各位弟兄姊妹同埋各位來賓早晨，讓我哋一齊禱告。主，多謝你俾我哋有新嘅一日，每一日全身你都俾我哋見證你嘅信實慈愛係幾咁浩大。主，我哋懷住恭敬嘅心嚟到去聆聽你嘅說話，願你開導我哋，讓我哋明白，生命改變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，阿門。送舊迎新唔單止係新年嘅標語，好多時亦都係我哋心裏邊嘅希望。我哋都好鍾意新嘅嘢、新嘅事物，換個新電話啦，去一個新嘅地方旅行啦，都可以為我哋帶來快樂㗎。送舊迎新唔單止喺物質嘅層面，喺生命嘅層面都係一樣。我哋成日都好希望有一個新嘅開始。點解呢？因為喺我哋人生路上走下走下，係會積積埋埋好多前累嘅人際關係嘅唔開心啦，工作上嘅唔如意啦，甚至係我哋過往嘅痛苦經歷，仲有自己嘅壞習慣、性格上嘅弱點。我哋真係好想同呢啲舊有嘅、過去嘅講再見。我哋好想有一個全新嘅開始，新開始帶來改變啊嘛，帶俾我哋一個新嘅盼望。我哋盼望一切都可以變好，但係無奈嘅係，無論我哋係幾咁希望有改變，或者我哋做幾多嘢嘗試去改變，好多時候我哋最終得到嘅結果都係一樣。就係返去舊有嘅狀態。原來要有一個新嘅開始，都唔係咁容易。要有一個全新嘅生命，其實只有一個方法。今日喺聖經裏邊嘅經文話俾我哋聽，唔係靠我哋自己努力去改變啊，而係需要在基督裏成為新造的人。咁樣先至可以同舊有嘅、過去嘅、唔好嘅嚟到真正講再見，迎向全新嘅生命。哥林多後書5章17節：若有人在基督裏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喺基督裏嘅意思就係信耶穌，接受耶穌基督嘅救恩。救恩，點解我哋需要救恩啊？可能你會覺得我好人好者，使乜要人救我？其實呢一個世界比你所知道嘅還要複雜啊！除咗你眼見到呢一個世界之外，其實仲有靈界嘅存在，你知唔知？有天使、魔鬼同埋有神。仲有天堂同埋地獄啊！呢啲都係真真正正、實實在在存在嘅。如果你想知道你存在嘅目的，如果你想知道呢個世界宇宙最終嘅結局係點，甚至最重要嘅，你想知道你自己嘅結局係點，你最終今生之後會去邊度，你就一定要從聖經裏邊去揾答案。點解？因為聖經係神同人講嘅說話。神係邊個啊？你有冇見過神啊？神係宇宙天地萬物嘅創造主，亦都係掌管你同我生命嘅主宰。有好多嘢唔係人努力就可以知道嘅，有好多事物係需要由神嚟到話俾我哋聽。我哋先至可以知道嗰啲人理性以外嘅奧秘啊！咩係奧秘啊？奧秘嘅意思就係人唔能夠單靠自己嘅努力去研究啊、知道嘅嘢，而係必須由一位比我哋更有能力、
更大嘅上帝話俾我哋聽嘅事情就係奧秘。人生有好多奧秘。點解你同我需要救恩？有幾點聖經同我哋講得好清楚。第一點，世界上第一個人，即係所有人類嘅祖先亞當，佢犯咗罪。因為佢一個人犯咗罪，所以整個屬亞當嘅族裔嘅人類都成為罪人。第二，所有從亞當出世嘅人，一出世就有罪㗎喇。有兩種罪，第一種罪係叫做歸入嘅罪，第二種罪就係因為從亞當出世嘅所有後裔都遺傳咗罪性。罪性就係一個犯罪嘅傾向，而最終呢一個犯罪嘅傾向就會引致有犯罪嘅行為。人人都犯過罪。第三，罪唔係冇後果㗎，罪嘅結果係會帶來死亡。點解人會死？就係因為有罪嘅緣故。咩係死呢？聖經對於死亡係有3種嘅啟示。第一種嘅死係靈性上嘅死，即係個靈冇辦法同神嚟到相交。第二嘅死亡係身體上嘅死，呢個你同我都好清楚，就係每一個人最終嘅結局就係歸入墳墓。第三種死亡係永遠嘅死亡，除咗你所知道嘅身體死亡之外，原來人嘅身體死咗之後未完嘅，仲會有另外一次嘅死。呢一次嘅死叫做永遠嘅死，聖經叫佢做第二次嘅死。即係點啊？即係一個罪人死咗之後，佢個身體死咗之後，佢將來嘅身體會再復活，跟住再接受神嘅審判，跟住再接受地獄嘅刑罰，再死多一次。所以罪人喺神嘅眼中，其實係一個死人，徹頭徹尾嘅一個死人。雖然你見到人，我哋個個好似好人好者，行得走得企得，仲生勾勾喎，點會係死人啊？但係其實因為佢個靈性係死咗，佢冇辦法同神相通，佢嘅身體會死，佢之後亦都會有第二次嘅死。所以一個罪人喺神嘅眼中係一個死人，等待佢嘅就係將來身體嘅死，同埋永遠嘅審判，同埋第二次嘅死。點解我哋需要救恩？第4點，因為罪人全然敗壞，無力自救。咩叫全然敗壞啊？全然敗壞唔係講緊哇，每一個人都係好恐怖嗰啲殺人放火姦淫擄掠嘅大壞蛋。畢竟每一個人，你同我所犯嘅罪都有程度之分㗎嘛，係咪？全然敗壞唔係指程度上嘅壞，而係指範圍上，整個人嘅生命每一部分都受到罪嘅侵蝕。就好似呢幅圖一樣，第一杯水係清水，表明一個無罪嘅狀態，好清潔，冇任何嘅污穢。第二杯水已經有咗污穢啦，佢嘅污穢係喺範圍上，整杯水已經受到污染，整杯水每一個部分都受到罪嘅侵蝕。呢個就係全然敗壞嘅情況。第三杯水已經全部黑晒啦，表明無論喺範圍上同埋程度上都已經係絕對嘅敗壞。呢一種嘅情況就係
如果時間足夠，隨住時間流逝，其實每一個人如果喺地上活得夠長嘅話，都可以變成喺程度上、範圍上絕對嘅敗壞。我哋可以想像一下，如果希特拉可以活到1000歲、10000歲，會係點樣？會係非常嘅可怕。如果世上嘅罪人個個隨住時間都可以活到好老嘅話，有無限嘅時間，你諗下，將會係幾咁嘅可怕，將會係絕對嘅敗壞。因此，你見到人係有罪，係一個罪人，人亦都有死，人亦都無力自救啊！所以我哋需要被拯救。從咩被拯救啊？從罪嘅結果，從罪嘅捆綁嚟到被拯救。所以你明白點解人生咁多痛苦嘛？點解人生咁多痛苦？係因為呢一個世界有罪，你同我有罪，我哋活喺一個罪惡充滿嘅世界裏邊。就個人嘅層面嚟講，罪係會為人帶來4重悲慘嘅情況。第一，罪人失去咗同神嘅相交；第二，罪使到人落喺神嘅憤怒同埋咒詛之下，唔能夠同神相交，唔能夠同神相通，其實已經好悲哀，仲要落喺神嘅憤怒同埋咒詛，就更加可怕。除此之外，人仲要承受今生一切嘅悲慘同埋受苦。可能對於頭2點咩失去神嘅相交啊，落喺神嘅憤怒咒詛，你可能冇乜感覺，大多數人都冇乜感覺。但係我相信你應該對第3點係非常有感受，承受今生一切嘅悲慘同埋受苦。佛教對於人生嘅痛苦有一啲好精闢嘅描述。佛教裏面佢描述咗人生有7種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。生，出生係苦嘅，因為出世嘅過程係好艱難，媽媽生 BB 係好痛楚，好唔容易。生活亦都好多艱難，好多挑戰。跟住就要面對衰老，衰老係苦，因為需要面對青春不再、身體衰殘、容顏失去嘅苦惱。疾病更加係苦啊，因為疾病真係好折磨人。最後仲要面對死亡之前嗰種嘅恐懼同埋掙扎。生老病死。除此之外，人亦都要承受喺情感上嘅痛苦，愛別離，相愛嘅人要承受分離，生離死別，被逼同愛嘅至親嚟到分開，係苦。怨憎會，但係嗰啲你唔中意嘅人，佢係要被逼同佢喺埋一齊，日日見。係痛苦，仲有求不得啦！你好想要嘅嘢，你得唔到，就會成為你嘅心裏邊一條刺，成為你人生嘅遺憾。佛教雖然對於人生嘅苦係有一個好精闢嘅見解，但係好可惜嘅係知其言，卻不知其所以言。因為佛教唔能夠真正去道出人生嗰個苦難嘅根源係乜嘢，所以佢唔能夠為人提供解決嘅方法。聖經神嘅說話話俾我哋聽，人生痛苦嘅根源係由罪而嚟，
呢個就係我哋承受今生悲慘同受苦嘅原因。罪會為人帶來呢第四重嘅苦況，就係仲未完啊！將來仲要承受永恆地獄嘅審判。因此，我哋見到人真係活喺呢個世界，真係好唔容易，好艱難，係咪？世界上所有人絕對需要耶穌基督嘅救恩。如果冇主耶穌，我哋真係會好悲慘。我想象唔到，如果冇救恩，冇耶穌，會係點樣？因為凡接受耶穌基督救恩嘅人，就係接受主耶穌為我哋嘅罪成為代罪羔羊。耶穌本來係冇罪，但係佢最後願意為我哋承擔，佢死喺十字架上，代替我哋接受罪嘅刑罰。只要我哋接受呢一份嘅救恩，就係表示由主耶穌為我哋還清所有嘅罪債，咁樣神對我哋嘅罪就一筆勾銷。但係如果拒絕接受，你將來就要自己親自去接受神嘅審判，親自接受刑罰。因此，接受耶穌基督嘅救恩，就係同主耶穌同死同復活。一陣間，今日嘅弟兄姊妹將會接受浸禮。當你哋進入水裏邊嘅時候，係整個人浸喺水入邊。呢一個落水嘅動作，係表明同基督同死同埋葬。點解要死啊？因為你有罪，你必須要死一次。你接受耶穌基督嘅代贖，佢嘅救贖之後，你即係話你已經認同由耶穌基督由你去受審判、受刑罰。你喺神嘅眼中，你已經受咗審判、受咗刑罰，你就唔再需要將來再受審判、再受刑罰。跟住受浸嘅弟兄姊妹會喺水裏邊上返嚟，唔係浸落水就算嘅。喺上返嚟之後，就會表明佢哋同基督同復活。耶穌基督唔係死咗就算。基督教嘅十字架係冇耶穌掛喺上邊嘅，因為耶穌已經復活，唔再需要好似天主教咁樣掛耶穌喺十字架上邊。耶穌已經復活，所以耶穌復活係表明神接納佢呢一種為人拯救嘅行動。當大家從水裏邊翻上嚟嘅時候，表明你已經同耶穌同復活啦，你已經死咗一次，成為一個全新嘅人。罪人本來喺神嘅眼中就係一個死人，我哋啱啱講過，所以死人係必須要復活，先至可以成為一個全新嘅人。如果你想改變，唔係單憑你嘅努力，而係死一次，跟住再復活。當我哋信主嘅嗰一刻，神會使到我哋嘅靈性復活。呢一個叫做重生。重生唔係改變啊，唔係你努力去改善自己嘅弱點啊、缺點啊。重生係死而復生，係一個神蹟，係神嘅工作，你做唔到㗎，係由神去做，係新生命嘅開始。重生咗之後嘅我哋，神會扭轉我哋死嘅結局。從前我哋係罪人，要承受身體三方面嘅死。重生之後就會成為一個新造嘅人。第一，我哋嘅靈會首先復活。第二，
雖然我哋今生嘅身體都係要死一次，因為畢竟我哋都用過呢個身體做過唔少衰嘢，所以都要死一次。但係神佢應承我哋，將來會俾我哋一個復活嘅身體啊，係一個唔會衰老、唔會朽壞、永遠青春嘅身體。第三，我哋將來唔再需要接受第二次嘅死，神已經免去咗我哋永恆嘅審判同埋刑罰。一個全新嘅人當然唔同晒，佢會有全新嘅思想，有新嘅價值觀。以前追逐世界上名利嘅，而家會希望能夠討主嘅喜悅，希望能夠做神想我哋做嘅嘢。以前以自我為中心嘅，自以為義嘅，覺得自己好好啊，覺得自己都係一個良善嘅人，而家會倚靠神，以神為中心，努力嘅去愛人，去服侍人。以前唔中意嘅嘢，而家會中意。以前唔中意讀聖經，唔中意啲基督徒，而家會中意讀聖經，中意同弟兄姊妹一齊去服侍。以前中意嗰啲，而家唔中意。以前中意嗰啲嘅罪啊，以前享受嗰啲罪裏邊嘅快樂啊，而家諗起上嚟都會覺得好作嘔，唔再中意。呢一個唔係人嘅改變啊，呢個係神蹟，係神嘅改變。所以你會見到今日嘅弟兄姊妹受浸嘅，佢哋嘅見證，如果你用心睇到佢哋生命嘅改變。有啲話俾你聽，以前呢有好多唔好嘅習慣，信咗主之後好奇妙，自己甩咗嘅會，因為舊事已過，神將我哋過去嘅苦境係可以完全嚟到扭轉。第一，過去我哋失去咗同神嘅相交，而家我哋因為重生靈性復活，恢復同神嘅相交。第二，以前我哋係落喺神嘅憤怒同埋咒詛，神見到我哋就嬲啊，因為我哋嘅身上帶住罪。但係而家我哋能夠成為神蒙愛嘅兒女，神嘅愛係點嘅呢？神對我哋嘅愛係點嘅呢？你點樣愛你嘅仔女㗎？你點樣愛你嘅仔女？神係用千倍萬倍嚟到愛你。第三，人生係有好多艱難，但係我哋嘅主耶穌同我哋講，佢好老實同我哋講，你們在世有苦難。剛才講過，世界仍然有好多苦難，因為呢個世界仍然有好多罪。但係耶穌同我哋講，你們可以放心，我已經勝過世界。耶穌同我哋講，佢話佢應承我哋一世都會睇住我哋，保護我哋，就算有幾多困難同險阻都唔使怕。主耶穌係會賜俾我哋豐盛嘅人生、喜樂嘅人生。就算喺幾多個困難之下，幾多嘅挫敗之下，我哋仍然都有盼望啊！因為我哋有上帝，神可以將悲哀變成歡笑，而且佢一定會帶領我哋走過今生，平安嘅走不全程。呢個就係上帝嘅能力。第四，以前我哋要落喺永恆嘅審判，而家我哋唔再需要再接受神嘅審判。點解？因為我哋已經同耶穌一齊被神審判咗。當你接受耶穌嘅時候，耶穌已經代替我哋一次受咗神嘅審判。神睇我哋就好似受咗審判一樣，已經受咗刑罰㗎喇。所以神免去我哋將來嘅審判。呢啲全部都係舊事，
呢啲舊嘅事全部都一筆勾銷，全部都抹晒，成為過去。而且仲有新嘅事等待我哋添。咩新嘅事？弟兄姊妹，等待你嘅係咩事？對於世人嚟講，等待人嘅就係衰老同埋死，每況愈下，毫無盼望。但係等待我哋嘅唔係衰老同埋死，因為喺今生死咗之後，我哋嘅身體會復活。唔單止身體復活啊，神話仲有新嘅事等住你啊！係咩啊？就係領受耶穌嘅賞賜，佢會賞賜俾我哋今生為佢勞苦，因愛佢而付上嘅一切。神係公平嘅神，佢一定會審判。佢對我哋嘅審判係論功行賞、獎賞嘅審判。唔單止獎賞啊，仲可以享受主耶穌將來千禧年國度嘅美好。仲未完啊，仲有將來嘅新天新地。呢啲都係新事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。我哋仍然喺度等待神仲未成就新嘅事，但唔緊要，我哋信心嚟到等，神一定會成就。哥林多後書5章17節：若有人在基督裏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喺我信主嘅前2年，我遭受咗好多人生嘅挫折同埋打擊，我陷喺一個情緒嘅低谷。有一段好長嘅時間，我每一日放工返到屋企，就會自己一個人匿埋喺度喊，日日喊咗好耐。我嘗試過做好多嘢去改變自己嘅諗法，我希望自己可以重拾活力，開心返，但係全部都冇用。我做幾多嘢都冇用，我感覺到做人好痛苦，而且毫無意義，所以我決定結束自己嘅生命。有一日，我搭巴士返工，我坐喺巴士嘅上層第一排。我仲記得嗰日出邊落住雨，仲塞緊車。呢一個簡直就好似我嘅心情一樣，閉塞、陰沉、悲哀。終於我忍唔住同神做咗一次嘅禱告。係我第一次人生裏邊自己同神嘅祈禱。我同神講：神啊，我真係唔相信世界上有神，但係如果你真係存在嘅話，求你攞走我心裏邊呢一嚿大石。有一嚿大石壓喺我心裏邊好耐。我覺得好辛苦，好屈，我活得一啲都唔開心，求你救我。祈禱完咗之後，我已經流晒眼淚。好奇妙，幾日之後，我心裏邊嗰嚿大石真係冇咗，一瞬間就消失咗，從此消失咗。呢個真係我好確實感受得到，呢個係一個神蹟，唔通真係有神？而且佢仲聽我嘅祈禱，應承我，佢將我過去嗰2年嘅抑鬱，幾日之內醫返好。從此之後，我唔再愁眉苦臉，神佢開咗我嘅眼啊，使我睇到佢賜俾我一切嘅恩惠。以前我覺得呢個世界好灰暗，人亦都好多黑暗嘅事，
我從此之後，神開咗我嘅眼睛，使到我唔再自傷自憐，唔再成日覺得自己好慘。我成個人鬆晒，我心裏邊好奇妙多咗一份喜樂同埋開心。呢個轉變係喺我巴士祈禱嘅1個星期之內發生嘅。哇，好快啊！我根本冇可能用科學嘅理論嚟到去解釋點解我有咁樣嘅改變，因為我唔開心咗好耐，2年。但係幾日之內，神竟然可以將佢扭轉。喺呢一次經歷之後，我開始信神，因為我經歷咗一個好大嘅神蹟。我開始相信有神，我開始去依靠佢。我信得非常認真，非常努力，全程投入嚟到去相信，因為神係真嘅。1年之後，喺我受洗之前嘅1個月，我參加咗教會嘅夏令會。喺最後一日，牧師就喺台上邊呼召全時間服侍嘅人。牧師喺度呼召邊個願意出嚟成為傳道人服侍主。嗰陣時候，我心裏邊好大感動，有一個好強烈嘅催逼感，叫我要行上台前為主獻上一生。嗰陣時我諗到，過去我係為自己而活，我為自己安排咗好多嘢，計劃好多嘢，但係卻係搞到我自己又悲哀又痛苦。我同神講，我唔想走返以前嘅路。而家神救咗我，我要走神嘅路，我要一世都跟隨主。所以我就喺個座位起身，行上前邊，決定奉獻自己嘅一生服侍主。今日我可以企喺呢一度同大家講呢啲事，完全係因為神奇妙嘅救恩。我想象唔到，如果冇耶穌救我，我今日可能已經死咗，或者冇死嘅話，就會好似行屍走肉嚟到生活。但神佢救咗我。今日嘅回應詩歌《奇異的愛》係一首好好嘅詩歌，我自己好鍾意，所以我特別揀佢作為一個回應詩歌。詩歌講述主耶穌基督嘅救恩嘅偉大。第4節係我特別有所感觸嘅，因為第4節嘅歌詞彷彿就係我心靈嘅寫照。我靈受困，多年在牢獄中，被罪包圍，黑暗重重。呢個就係我未信主前嘅光景，暗淡無光，死氣沉沉，人生冇方向，冇意義。主眼發出復活榮光，我靈甦醒，滿室光明。但主嘅救恩使我復活，我嘅生命完全唔同晒。主就好似一道光咁樣，照入我幽暗嘅內心。主佢俾我一個極大嘅力量同埋盼望，從此我唔再喺黑暗裏邊，我喺神嘅光裏邊。枷鎖脫落，心靈獲釋，我感覺到我重獲新生命，喜樂平安就好似一個乾河嘅流水一樣流入我嘅心裏邊。神嘅愛醫治咗我嘅創傷，撫平我躁動不安嘅內心，我重獲心靈嘅自由。我就起來跟隨主行。我本來跌得好傷，好痛，我根本起唔返身。但係主
佢俾我力量可以爬返起身。所以從此之後，我就淨係認定主耶穌，立志一生跟隨主。我相信呢個唔係淨係我，更加係在座每一位嘅弟兄姊妹，你哋重新得救嘅體驗，係唔係？曾幾何時，你都係咁樣經歷過主嘅愛。曾幾何時，你喺死蔭嘅幽谷裏邊，神將你救翻起。你被神嘅愛嚟到感動，所以你決定一生要跟隨主，義無反顧，係唔係？第5節，不再定罪，心中除盡憂愁。我擁有主並他所有，主內生活讓他居首，穿起義袍，聖潔無咎，坦然無懼到寶座前，藉主救贖獲得冠冕。我親愛嘅弟兄姊妹，特別係今日受浸嘅弟兄姊妹同埋轉禮嘅弟兄姊妹，你哋要謹記，主耶穌嘅救恩嘅功效係唔會完結嘅。從你得救嘅嗰日開始，直到永遠，救恩嘅功效都會繼續喺你身上施行。無論你嘅狀態係點，上帝都喺你身上施行救恩。前面嘅人生路可能仲有好多挑戰等住你，甚至可能你而家就面對緊人生嘅挑戰。但係咁又點呢？無論點都好，神一定會同你一齊行過重重嘅險阻，直到將來見佢嘅面。弟兄姊妹，讓我哋帶住信心、盼望同埋愛，為主而活。就好似哥林多後書5章14節所講，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，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，眾人就都死了，並且他替眾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為自己活，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。讓我哋為主而活，嚟到回應主耶穌基督偉大奇妙嘅救恩。讓我哋同心祈禱。親愛嘅主，多謝你。你本來係喺高天之上，但係你紆尊降貴，為要拯救我哋，親自成為人，親自擔當我哋嘅受苦，親自為我哋承受刑罰。你嘅受死為我哋帶來咗永恆嘅救恩，永生嘅生命，叫我哋唔再被罪嘅捆綁，叫我哋唔再落在悲慘嘅裏邊。主啊，多謝你。我知道無論我哋點樣嚟到去努力，都冇辦法去償還你俾我哋呢一份嘅大愛。大主，我哋就係要用我哋所有嘅力氣，所有嘅愛嚟到獻情，嚟到去回報你俾我哋嘅愛，呢份奇異嘅愛。恩主啊，求你激勵我哋，求你以你偉大嘅愛激勵我哋，叫我哋能夠以信心與你同行，除去我哋所有嘅恐懼憂慮，除去纏累我哋嘅罪，仰望你，仰望你呢一位為我哋信心創始成終嘅主。主，願你加添我哋眾人嘅能力。求你特別保守今日浸禮轉會嘅弟兄姊妹，堅固佢哋嘅信心，直到永遠。我哋獻上同心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，阿門。